来看云林埔尾中原普渡3天实声超过30万人次来参与，加上大的特色是鸡仔埔分做7区拢真有特色。地方希望讲会当来争取登录做云林县的文化资产，会当来传承，也互愈侪人来认识埔尾民俗文化的特色。 中原普渡又搁到啊，云林埔尾拢会封路进行鸡仔埔，附近的民众拢会穿甲真澎湃来款待好兄弟，场面真壮观，所以嘛有北家人南埔尾的讲法。哦，有车，有作业布，哦，老人的部分咱嘛有老花眼镜，伊咧泡茶嘛有茶好泡，再来伊的女孩的部分，咱就是准备要使用的物品嘛，无手环因的娱乐方面，咱嘛有准备机椅，麻将、牌互伊来使用。埔尾的中原普渡分做7大区，各区拢有特色，包括北区的冰雕、东区的炮城，也有南区的肉山等等，也个会设置看道，拢摆甲真青草，真好看。佮再加上歌舞表演、彩鸡游行等等，今年嘛拄好当着假日，3天就吸引超过30万人次。最早源自于清朝，那整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虎尾镇上7大区，一区一特色的这个普渡的科仪呢，主要是形成在日治时代，那也是全镇几乎所有的民众自主性一个参与。那我们希望呢，透过就是未来可以透过文化资产的这一个审议，让这个非常具有虎尾在地特色的一个民俗活动，可以成为无形文化资产。 文管处表示，埔尾中原普渡的规模甲出名度拢被输给家人。不过目前家人中元节已经是国定重要民俗，地方嘛咧争取互埔尾中元节登录做文化资产，透过愈专业有系统的保存甲传承，互愈侪人会当了解埔尾中原普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